其實咧最重要一個觀念就係 DSE 唔係一個終點 ，DSE 其實係一個起點。問題唔係話你有幾多分啊，而係你點樣去用呢個分。仲有幾個月就開始好多人考 DSE 啦。其實有好多嘅家長已經部署緊點樣嚟澳洲嘅呢件事啦。而家都係一個 very good 嘅時間去開始。我哋而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client，全球各地啦都開始呼我哋啦去報緊唔同嘅澳洲嘅學校，有啲 pre-med 啊，有啲入 law 啊，一大扎。而香港嘅家長咧好多都會諗緊一個問題，就係其實我個仔要或者我個女啦要考幾多分先至可以選擇嚟澳洲呢？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啱嘅答案。其實最關鍵你問嘅問題係究竟你嗰個分數可以行邊條路？因為澳洲嘅話，你就算0分你都有得嚟。當然啦，最好唔好0分啦，係咪？但係當然如果你要讀醫科嘅話呢，咁條路就更加麻煩啲嘅。其實咧最重要一個觀念就係 DSE 唔係一個終點 ，DSE 其實係一個起點。問題唔係話你有幾多分啊，而係你點樣去用呢個分。咁每個分數都有對應嘅路嘅。例如話你20分以上咧比較高分呢，咁其實可以直接入到澳洲嘅 Bachelor 㗎。咁如果你分數再靚啲，你入澳洲嘅8大名校啦，例如我母校啦 Adelaide University 係咪 Sydney U 啊 Melbourne U 啊 UNSW 啊，甚至 Monash 啊，而入到呢啲學校係咪一定㗎啦？咁但係讀邊科呢？呢個係比較關鍵。例如話有啲咩可能話醫科啊，咁呢個就另一回事咧，有佢自己獨立嘅入場制啦。咁但係可能 Engine 啊 Law 啊呢啲都唔係去到非常之難啊 ，Law 可能棘少少，但係大部分嘅科都入到12到19分啊，呢個分數線喺正中間呢。咁其實比較多可能係讀1年 Diploma 啦，然後就直接升 Year 2㗎啦，唔會喺學業上面咧就遲咗1年。其實你讀呢個 Diploma 咧係俾一啲時間你作緩衝，咁你 Diploma 你表現好，你其實一定係有得上翻大學㗎啦。呢件事亦都唔需要重新讀啦，同埋亦都俾一個 second chance 你讀完呢一年你 very good 啦，你直接就銜接咗大學 Year 2，你就唔會嘥咗時間啦。咁如果8分到12分啦，呢個比較低少少分數線啦，咁可以入到 foundation 啦 TAFE 啦，然後再博大學。唔係條路冇嘅，但係你要再行多少少。例如話有啲人咁 DSE 發揮失常，咁亦都有啲同學啊家長都會揀呢樣嘢。嗱，簡單嚟講咧，其實咧都係得3條路嘅啫。第一，如果你快嘅，你咪直接入大學咯。就算你直接入唔到你心儀嘅學校咧，你都可以入一間你入到嘅學校，然後你個分好啲咧，你都可以 credit transfer 你轉校轉去一間你想去嘅學校。咁例如話揀咗去 UNSW 啊、Sydney Uni 啊、Melbourne Uni 啊、Monash 啊 ，OK 啊，冇問題，你咪去咯。你入到咪得咯。但係如果你入唔到嘅，你咪退而求其次，你直接入一間 second tier 啲嘅。例如話喺 Melbourne 你有 Swinburne 啊、RMIT 啊，同埋或者話你可以入 La Trobe 啊。咁入咗呢啲先啦 ，New South Wales 咁你有 UTS 啊呢啲。咁如果你分數得中間，你又唔係好直接入到 U 嘅，咁亦都可以揀話我讀咗個 diploma 先。當然如果你炒晒嘅，讀8科全炒，幫你唔到。另一樣嘢，你個分數低得滯嘅，咁你咪 foundation，咁冇辦法啦，你分數低，你之後 foundation 你 repeat 1年，但係都 OK 嘅，因為其實人都係一個 long run 嚟嘅。如果你未準備好直接入 U， 你需要啲時間嘅，咁你咪 foundation， 咁你咪1年時間，你讀完你個分數線好靚，咁你想入啲咩科你都入到。當然啦，啱啱我舉咁多例都有講話8大啊，南澳最高學府亞德里德大學，咁係咪一定要8大呢？其實都唔一定嘅。當然啦，你第一學歷係最重要嘅，但係如果你諗住話做專業人士嘅，你都諗住喺澳洲做，咁其實唔係去到好大所謂。因為澳洲嚟講嘅話，對於你名唔名牌學校，佢唔係去到特別在乎。當然啦，你學校你唔好話一啲完全冇聽過名嘅。如果你揀住話諗住喺澳洲發展嘅，咁其實揀個學科係重要過揀個大學。如果諗住喺澳洲發展，你係有清晰嘅職業導向嘅話咧，你係好清楚嘅。例如你知道你要做啲乜嘢具體職業嘅話咧，建議你都係直接去入嗰個學科為好，而唔係話我特登讀一間靚嘅學校，但係唔係嗰個科，然後到後邊再轉去嗰個科，咁就冇意思啊。例如可能護理啊、教育啊、建築啊、社工啊，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專業人士，即係專業工嚟嘅。咁專業工你都係睇個牌嘅啫嘛。你睇個牌，你個牌好，你做得好，咁其實自然就有人請㗎啦。即係個學校名唔係去到最大嘅因素，而澳洲最睇咧都係睇呢個 GPA 嘅啫。嗱，其實講真啦，好似話你嚟咗澳洲啦，咁其實下一步都係可以攞到485簽證，因為你有2年時間啦，起碼啦，你讀個 Bachelor，你 DSE 啊嘛，你2年之後你攞到個485簽證。如果你嗰陣時你仲想話再升讀個 Master， 咁就唔好傻傻地就自己拎咗學生簽證去報啦。如果你係香港人嘅話，當然就直接揸住張485簽證先啦，跟住然後485期間你就讀完咗個 Law School 啊，或者讀完個 Med School 咧，咁樣嘅話你可以滿足到個居住要求啦，然後後尾你就可以透過 Hong Kong Pathway 攞到189 Hong Kong Pathway 或者191 Hong Kong Pathway 㗎。咁呢個都唔係一
件特別難嘅事。澳洲讀書啦，唔止係一個課程咧，其實都改埋條路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諗住話行 Hong Kong Pathway，咁澳洲當然啦，係咪？或者話你想快少少嘅，咁你讀一啲專業技能嘅科咧，咁亦都有可能可以更加快，一畢業冇幾耐就可以攞到 PR 噶啦。例如可能護理啊，或者話語言治療啊、物理治療呢啲都係非常之容易嘅。咁同埋最關鍵啦，你個時間線啦，大概經歷啲以下呢幾個階段嘅。你而家其實可以申請啦，咁你拎住個 conditional offer 先啦，咁然後8月到9月咧出咗成績之後，你就可以滿足到個 offer 要求啦，例如英文要求、成績要求，你滿足到個 offer 要求啦，或者佢有啲額外嘅資料需要補啦，咁你補晒呢啲嘢俾佢，咁佢就可以交埋錢，你就可以出到個 COE，咁啊呢個 certificate of enrolment 啦，揸住個 certificate of enrolment，你就可以申請學生簽證，然後就嚟澳洲讀書噶啦。咁其實澳洲唔同 intake 嘅，7月底有一個 intake 啦，或者話2月都有一個 intake 嘅，主要喺呢兩個。如果你 bachelor 而想入比較好嘅學校嘅話，通常呢兩個 intake 嘅啫。有啲學校係 trimester，即係3個學期嘅一年，咁佢個 intake 嘅時間咧就唔同啲噶啦，就唔係傳統咁嘅樣話7月底啊或者2月咁嘅樣，有啲可能係8月有啊、9月有、11月有啊，咁所以唔同學校都有啲唔同嘅。咁具體 scan 翻個 QR code 咧，同我哋具體講翻啦。嗱，最後一樣嘢啦，今期都講得比較多啦。其實有3大比較大嘅錯誤我哋見得到嘅。第一就係你淨係睇住個分啦，而唔係望住條路。因為香港特別中意話我個分幾多，我個分澳洲人均唔中意考試嘅，即係我讀咯，冇辦法啦，科科都考試。但係人均唔中意考試嘅國家，你唔好睇咁多分啦。最關鍵係睇翻話，其實個小朋友想讀啲乜嘢嘢，想做啲乜嘢嘢，咁然後按照佢想讀想做嘅呢件事咧去鋪一條路嘅。任何嘢喺澳洲都可以發生，任何嘢都可以行到一條路出嚟嘅。咁所以呢啲完全係 OK，同埋亦都唔需要特別睇重個學校名。Melbourne Uni 又好，你 Monash 好，你喺墨爾本你個就業環境其實差唔多嘅啫。最關鍵你睇翻你個 GPA 啦。當然你個學校你唔好揀到最平啦，你去到話平到爆炸，同埋啲僱主冇聽過嘅學校名，咁真係你幫你唔到嘅。但係如果係 OK 嘅學校咧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你八大學校啊，或者八大下邊一浸啊，其實都 very good 㗎啦，喺澳洲本地。同埋仲有一個最大嘅一樣嘢就係冇規劃。我哋和睦全部都係澳洲畢業嘅，每一位都係。如果你而家準備緊 DSE，但係又唔係好確定到自己幾多分可以行邊條路，咁其實你喺下邊 comment 翻分數，或者話 scan 埋我哋嘅 QR code 咧，我哋 WhatsApp 同事會即刻同你去睇翻話你呢一個情況，或者你個 friend 你屋企人嘅呢一個情況咧，究竟嚟澳洲應該要點樣做啦，同埋點樣係最適合你嘅升學方案。如果你想了解得更加多嘅話呢，我哋都準備咗一成紮咧關於香港 DSE 嘅升學指南，可以直接睇埋呢個 playlist 入邊一步一步同你講分數、路線、揀學校。當然睇完咗之後，你就會清楚得非常之多。今次我就講咁多先啦，仲未 subscribe like 啦，唔使講啦。和睦移民專注澳洲，下期再見啦。